现代台语版圣经民数记第16章，可拉大丹阿比兰反叛，利未的曾孙哥哈的孙以苏哈的囝可拉，甲路边的后代以利亚的囝大丹阿比兰，甲比勒的囝安，因起来反抗摩西，带以色列人中间250个有名望、受会众选出的领袖，做伙去找摩西，因联合攻击摩西甲阿伦，讲：恁伤过分啦！全体会众，逐个人拢是圣，上主嘛伫因中间。恁是安怎自高，看家己比上主的会众较悬？摩西听到即个话，就趴伫涂骹，对可拉甲因迄群人讲：明仔早起，上主要指示什么人是属伊的，什么人是圣，就会叫迄个人就近伊。上主要互伊竞选的人亲近伊，恁着安尼做。可拉甲恁即群人着摕香炉来，明仔载恁着伫上主面前，伫香炉内面点火，顶面下香。上主敬着的人，伊才是圣。恁遮个利未的子孙，才是伤过分啦！摩西阁对可拉讲：利未的子孙，注意听，以色列的上帝，甲恁对以色列的会众分别出来，互恁亲近伊，办理上主会幕的事，阁徛伫会众面前服侍，这减是小可代志。上主阁互你甲你的亲族利未的子孙做伙亲近伊，恁还要求祭司的职分是无？你甲恁即群人联合是咧攻击上主。阿伦是啥人？恁竟然对伊发怨言。摩西找人去叫以利亚的囝大丹甲阿比兰，因讲：阮毋去。你甲阮对老年甲密的甘地带出来，害阮死伫旷野，阁要家己做王管辖阮是无？你毋若无带阮去到你所讲老年甲密的地，无互阮有田园甲葡萄园做家业，阁要野遮的人的目睭是无？阮无要去你遐。摩西就非常受气，对上主讲：求你毋通接纳因的祭物，我毋捌牵过因一只驴，嘛毋捌害过因一个人。摩西对可拉讲：你甲恁即群人甲阿伦，明仔载拢着来徛伫上主的面前。恁250人，逐个着带香炉内面点香，来到上主的面前。你甲阿伦着家己带香炉来，因逐个人就摕香炉内面点火，顶面下香。因甲摩西、阿伦徛伫会幕门口，可拉召集全体会众来会幕门口恭敬摩西、阿伦。迄时，上主的阳光向会众显现。上主吩咐摩西甲阿伦讲：恁着离遮的会众较远咧，我要伫10000年久的中间甲因消灭。摩西甲阿伦就趴伫涂骹讲：上帝啊，赏赐性命互世间人的上帝，一个人犯罪，你就对全会众发大受气是无？上主吩咐摩西去甲会众讲：恁着离开可拉、大丹、阿比兰布边的四周围。摩西去大丹、阿比兰遐，以色列的长老嘛缀伊去。伊吩咐会众讲：恁着离开遮个歹人的布边，因的物件拢毋通摸，才免恁甲因做伙消灭。会众就离开可拉、大丹、阿比兰布边的四周围。大丹、阿比兰甲因的某、囝儿、因的细囝，拢出来徛伫因家己的布边门口。摩西讲：是上主找我做这个代志，所以恁着知，毋是我照家己的意思在做。这人若甲一般人同款自然死，拄着甲一般人同款的遭遇，就是上帝无找我。上主若做一项新的事，互地开喙，将因
甲迄阵人拢吞灭去，互因活活摔到阴间，恁就知这人藐视上主。摩西话拄啊讲煞，大丹甲阿比兰下面的地就裂开，地裂开，将因甲因的家眷以及所有属可拉的人财物拢吞落去。遐人甲所有属因的拢活活落阴间，地甲因的顶面拢合活，因就对会众中间消灭。伫因四周围的以色列人听到因嚎叫，就拢逃走，讲咱嘛会互地吞灭去。阁有火对上主遐发出，吞灭迄250个献香的人。香炉，上主命令摩西吩咐祭司阿伦的囝以利亚撒，甲遐香炉对火中捡起来，阁甲遐个得倒的火炭摕去较远的所在耶和散。遐个香炉已经献互上主，所以是圣的。你着将遐个犯罪害家己性命的人的香炉对做规片，搭伫祭坛，通做以色列人的鉴戒。祭司以利亚撒就甲遐人所献铜的香炉摕来，对做规片，甲祭坛包底，互以色列人做鉴戒。则免毋是属阿伦后代的外人，伫上主的面前烧香，亲像可拉甲因迄阵人受消灭。这是照上主通过摩西对以利亚撒的命令。阿伦叫人民，隔日以色列人全体会众拢埋怨摩西甲阿伦讲：恁害死上主的子民。会众组织攻击摩西甲阿伦的时，忽然看见会幕有云嵌地，上主的荣光显现。摩西甲阿伦就来会幕头前，上主吩咐摩西讲：恁着离开这个会众，互我通伫10000年久的中间，甲因消灭。因2个人就趴伫涂骹。摩西对阿伦讲：去摕你的香炉，将祭坛顶的火下伫迄内面，顶面下香，较紧带去会众遐，甲因赎罪，因为上主已经发大受气，瘟疫断开啦。阿伦照摩西的吩咐，摕香炉走入去会众中间。哎呀，瘟疫已经伫人民的中间在断开。阿伦就将香下伫火的顶面，甲人民赎罪。因徛伫活人甲死人的中间，瘟疫就停止。除了因为可拉的事件死的以外，拄着瘟疫死的共14700人。瘟疫停止了后，阿伦就倒来会幕门口摩西遐。